跟咱家亚维毛人亚维聊天室开门喽！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亚维聊天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好朋友呢，是来自泰雅族的苏雅姐。Hello， 大家好，我是苏雅。哇，好恭喜苏雅姐，在2025年呢，她已经完成了一场非常非常棒的户外演唱会。那么即将在2026年又要来迎接一场新的全新的演唱会，全新的第2场的我的大地乐园演唱会。大地乐园演唱会。我们要聊演唱会之前，我们先来跟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来聊一下苏样姐的音乐。好啊，因为这张专辑是苏样姐人生第一张，真的首张全泰雅族语的音乐。我觉得我现在坐在你旁边，我觉得你一定会很有感觉，因为呢，其实我最喜欢的第一张的全泰雅语母语的是你的那一张，全部是红色的亚维的梦，是第一张还是第3张？就全部是红色的，然后很当代的一个设计，那就是第3张专辑。哇，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很棒啊。然后我觉得如果我自己要做一张专辑，其实我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写母语的？可是真的就让我超级厉害。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应该不知道说，苏样姐她除了现在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之外，她在更早之前，她是音乐界的老前辈耶。她在那个1996年不要算不要算多少年1996，现在是2026，现在是哎呦，她有一个团体叫做 DM， 很厉害，是做电音的。对，当时真的是很冷门了，也不能说很冷门，我们要用前卫来说，是它是一个非常前卫的一个曲风，因为是电音。对，但是1996年到现在，把它拿回来听，还是很好听对啊，非常非常厉害，而且 DM 有入围金曲奖，对。所以由此可知，苏样姐在那个时候在做音乐的 sense 就已经是一个师傅级、高门槛级。然后现在回头到来做族语音乐，做自己族群文化的语言。对，为什么会突然间想要做族语音乐？没有，就像我讲的，其实我经历了很多人生的一个过程嘛。对，然后很多人都以为说我做过很多张。以为我自己做了很多张我的专辑，我也以为，其实没有，我完全没有。我的第一张就是 DM 它是团体对，它是团体，不算是我个人的创作。是跟李宇环老师，对，李宇环。然后后来我就变成是退到幕后，然后就是参与很多种的 project， 不管是电影广告，或者是剧场，或者是不同的人的专辑。然后通通都是一首一首的跟人家合作，或者自己写跟人家合作，或者是帮人家制作，没有一张自己的作品。终于有自己的专辑，但我觉得苏亚姐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怎么说？对呀，因为你具有一种艺术家的气息的个性，我自己以我看到的你是这样子。然后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我忘记在哪个演唱会，我想起来了，超好笑的。就是其实我算是半路出家的音乐创作人，就是想要写歌写族语，我就从族语开始做，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人认识嘛，然后会认识苏亚姐是在一个到底是谁的演唱会后台，然后就是你们董事长的对，我们在喝酒，然后他只知道我是白董的老婆，对，然后我忘记我们聊到什么，就是说苏亚姐又问我说，那你都在做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我有在做音乐，但是白董他好像也都没有太理我，我都是自己做。然后苏亚姐她就跟我说：“你好好带孩子就好。”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好的，是我知道了。然后后来殊不知，后来才知道，原来我自己也有做一张族语专辑。因为其实做族语真的没有人会认识，对，尤其我又是突然半路出家。
对啊，然后当然我不是要讲这件事情啊，我要讲暑假节很有艺术气息，是因为我们有互相加脸书，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一个泰雅音乐节认识之后，音乐节，他居然会自己在家边弹琴，然后边吟唱，唱着歌就落泪，然后就觉得天哪，这个女人也太感性，半夜弹琴，我在看到鬼啊！没有，她就经常会突然灵感来了，我就在那边弹琴。对，我会这样。我今天想要唱一首歌，然后就开始弹琴，然后很投入，然后就默默的流泪，就真的是音乐。我觉得在你身上，我看到音乐在你生命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自己觉得呢？是一定的啊。其实我觉得唱歌或者是音乐对我来讲，它就是呼吸哦，就是呼吸，就是呼吸。你看这么厉害，像我们要练唱歌录音的时候，就觉得好难哦，压力好大。因为其实我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唱将，当我认识舒亚姐之后，就知道说哇，她是一个很厉害哦，有学过声乐我知道了。那一天遇到你的时候是金刚老师说，你要认识一下这个舒亚姐姐，她非常厉害，她很会唱歌，也是一位歌唱老师。如果你想要练，因为我自己认为我不是很会唱歌，他说你要学唱歌，你问他。然后后来我就说，舒亚姐，我要跟你学唱歌。舒亚姐说，你好好带孩子。我说家里一个学音，一个弄音乐就好，不要两个都做。对对对，再来要聊到啦，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慢慢的熟悉之后，才知道说，原来舒亚姐她是来自南澳的，对南澳的泰雅族，然后说的方言跟我是赛考利克，对，那南澳泰雅族讲的泰雅语又不太一样。其实也有赛考利克，也有泽奥利吧，都有。先来讲一下这个全族语专辑很难呢。你知道我当初在写全族语的时候，也是上了好多课，然后去找了好多老师，还找妈妈，然后找了家里很多的长辈去慢慢的跟他们学，然后学一些文化。那我想问一下水亚姐说，在族语方面，你要写族语歌，你有没有什么很难的突破点？其实我的想法是很简单的，因为我的 idea 就是觉得，我从小其实是有讲一些母语，可是当然不是那种很厉害的。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我只是想要把我对母语的那种感情，它就有点像我从小的一种摇篮曲，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不是那种很会讲的，或者说可以讲出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牧师都会讲得很深的那种，当然牧师讲的那个太高级了。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觉得，我想要把它写像诗一样。哇，真的，让它不要太长，不要太不要太拗口。所以我一开始设定就希望像诗一样。然后呢，这个过程有一个，后来我发现我在写母语歌的时候跟写中文不一样。中文其实我们很容易，就是因为我们比较顺比较熟，我们就会直接唱出来。对，直接唱出来。比如说我们一个 melody 一个句子，我们可以这样子试唱。可是泰雅语不行，你不能先有曲子，不行。我后来发现，我曾经试过说，我里面有一首叫《蝶恋》。对，蝶恋是其实我跟宝宝马个宝宝，然后就是我跟张世和其实是20年前我们就写的然后我想把它翻成泰雅语，我发现好难超难的，因为我们一个字可能有3个音节，对，所以很难。华语是一字一音，一个字一个音嘛。但族语的话，你光蝴蝶蝶好了，我要蝶恋，你可能就会翻译成很长的一串音节。它就不是2个字，对呀，所以它是所以我就会发现蛮困难的，所以那个就花很多时间去斟酌，对着这个曲子，然后我们怎么样放。后来我就觉得，我都先写母语很棒，先把母语写出来，唱就是念顺，
我这样念出来是不是很美？然后有没有押韵或什么的？在写 melody， 在写 melody。真的，我后来是这样子写。其实这样子是最顺畅的方式，因为我自己在做歌的时候，我也是先把曲子先把词写完，才有办法写曲。对。但有时候还是会有特殊的状态，就是比如说你遇到某件事情，突然很有感觉，脑袋出现了一个旋律，然后就自然会一起出来。那就表示你的母语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你可以词跟曲一起了。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已经第5张专辑，是不是？掌声鼓励。对，好，重点是讲到专辑，这一张第一张人生第一张专辑，而且还是泰雅族语专辑，它叫做九岸三。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专辑的概念好不好？有，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梦来的，它很灵性，真的是一个梦来的，超灵性。当我知道我要来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那天晚上我就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妈妈。我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长大嘛。我现在才知道。我妈妈就到天堂去了。我觉得应该是她在托梦我，你时间到了，赶快写哈。她提醒你啦。然后反正在这个梦里面呢，最后我就是梦到3个女人互相拥抱。互相拥抱，互相拥抱到最后变成是3个圈，3个人围成一个圈。最后的梦境是在一个全白里面，全部白色的里面，3个人围成一个圈，有点像环保标章，头脚抱环保标章，然后在一个很白的，有点像在子宫里或者外太空那种很超写实的全白，然后梦就起来。后来我起来，我就看到这个梦，就自然有一个阿拉伯数字在那个中间3，因为3个人。你说醒来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梦，因为3个人，3个女人，好，然后再一个3字，然后突然有一个画面出来了。我那一个画面出来，我所有的想法都 OK 了，我就看到我跟我妈妈跟我女儿3个纹面。纹面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妈妈是传统的纹面，然后我做过，我给我自己一个作品叫印记，我的脸上是彩色的纹面。然后我有帮我女儿做过一个图，就是她已经是全白的机器人，但是还有纹面，很未来感。对，我就最后的画面是停在这里，好厉害所以我就突然觉得说，哇，我要以一个泰雅当代的女人写给妈妈，写给女儿，有传统，有我自己的音乐，也有未来，然后用我最喜欢的电子音乐的形式，然后用我的母语，其实它有点是致敬我自己，我的血统，我的家，我从哪里来，泰雅族女人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好美哦，对，很有概念呢。而且3很多东西可以写，九岸围成一个圆，而且它跟宇宙有关系。对，而且说实在，我从小到大，我就是最喜欢3。我们家3个孩子，在我成长的过程，3个孩子每个人差3岁。我连小时候吃东西，我都是这一盘吃完3。等一下，差3岁有没有很会吵架？人家不是说年纪差3、6、9？我不晓得啊，不会啊，不会哦，那只是一个迷信。我比较容易被我姐姐打而已。没有吵架。他就管我们，直接被揍。对，就是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很爱数3，就是我吃东西，我一定吃3次3口，然后我就换另外一盘，再吃3个，然后再换另外一盘。难怪你会被揍，难怪你不能好好的吃完嘛，我就会很怪的，我心里会数数。所以你会吃完，你会把整个自己的分量东西吃完，还是你只吃3口？没有，我就是说，这个菜里面我会夹3次。比如说虾子，我吃3个，我就先不要吃3个，我再换那个菜吃3个。这是一个习惯啦。我有一个OK 习惯，喜欢数数啦。没事，那不会被揍。我以为被揍。不是说吃剩下摆那里哈。我想要吃3口就不吃，那是我也要揍你。开玩笑。那这张3的专辑就关于3个女人，对，在梦中母亲给的
这个叫做什么指示吗？托梦，对，托梦，就是说你时间到了哈，你应该要写歌了，该做事了，该做文化的事情了。于是就有了这个专辑的概念，就开始来写专辑。那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合作很多很厉害的音乐人，最重要的其实就3个编曲啦。其实我是制作人嘛，然后我自己在写歌，我其实是一个画面感很重的，就是比如说我写歌的时候，我其实那个画面我都很清楚的，真的。所以我会跟我编曲要跟我很 close。你知道这张专辑里面每一首歌，你说你在做的时候你有画面，但其实我们以听众的立场听起来它就是很有画面哦，非常非常有画面。然后里面有每一首歌我都觉得非常值得一听。那我想要请舒亚姐来帮我们推荐，你觉得在这几位编曲者里面，觉得你想要分享的几首歌？好，我先分享一个是里面有一个其实蛮重要的一个编曲，其实他在整张里面是几乎是担纲一半以上，6首歌，叫张世和。张世和老师。张世和，如果大家做音乐的，台湾流行音乐的话，都知道他其实是非常执着于合成器编曲的，就是用以前那种最古老的那种方式，而且他对声音这种声响的研究，我认为他已经到科学家了。科学家，比如说我们这个里面，因为我跟他20几年前就认识，我们就一起玩 demo，可是后来就各自分开。我连我跟他碰面都是很奇妙，就是巧合遇见吗？不是巧合，因为其实我要做这张专辑，我第一个想的是他，但是我们已经10几年没有联络了。我们没有联络，10几年没联络，然后你就劈头打电话给他，喂，没有，我就不好意思，因为可以帮我编曲吗？他很有名他也得了奖，他自己也很忙嘛。我就第一个想说，我们可能没有太多预算这样子人家是不是太贵？结果我在那边想的时候，他自己打给我。为什么？是他心电感应。对，他告诉我说，他刚好要写一个歌，他就想到我，问我要不要来唱 demo。哇塞！于是我们就连结了。这是明明这个一连结呢，本来我是要给他，因为预算的关系嘛，一发不可收拾。本来只想给他2首歌就谁知道一发不可收拾。真的，这真的是缘分，而且我相信这个真的是冥冥之中。妈妈在天上希望你可以做文化的事情，做文化的歌，把最好的安排给你了。对啊，就是最适合你的人，最适合你的编曲者，对，很厉害。所以而且他我要特别讲，在这张专辑里面，就是因为张世和，我们用了2个全世界最古老的乐器，一个叫做特雷门琴，那他也是少数在台湾，他会演奏。而且他之前也有教，特雷门琴是被誉为全世界最难的琴，因为呢，它是空中挥舞的怪琴，没错，2根电线，两根电线，天线宝宝这样，然后手在空中挥舞，就是完全摸不到东西，没有琴键，没有什么，你只要人走过去，音就歪掉了。它是靠电线电波就是2个电线的电波，然后我们的手指头，一只手管音阶，一只手管大小，天哪，很难很难，就对着空气弹琴，对，跟对着空气弹琴，很厉害。你看，所以他用这个琴，他还用了另外一个叫 Totonium， 就是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解释，那个已经没有了，他还把它做出来。自己动手做这个乐器，真的，他已经不只是科学家，所以他就这一张专辑同时用了这2个，然后他就用他的一个很大型的模组合成器来做他负责的部分，超厉害。我们可以在哪几首歌听到这2个乐器？我想要分享的是蝶恋。蝶恋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一首 Mcbobao， 对，那首歌很浪漫。而且你可以聊一下这首歌的故事吗？其实这个一定要分享，是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20年前我们一起在玩 demo 的时候我就做出来了。可是那时候是写中文啊，对。那后来怎么写成泰雅语？那现在我写泰雅语，然后稍微有改一下歌词内容。当时我
写的也是爱情，也是写蝴蝶，因为蝶恋呐，就写蝴蝶。但是现在呢，花蝴蝶一样开始在谈恋爱的。其实那歌词很简单，但是又很深。我就说我想要写不要太难，可是有意境。其实在讲一个婚姻，或者是你可以讲感情。比如我一开场我的歌词说，我想成为你的枕头、你的棉被、你的依靠。枕头棉被就是很露骨，要睡在一起了，睡在一起。我想要跟你睡，要写的很美。我想成为你的枕头，你的棉被。你不可能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说我想要跟你睡，当然是很浪漫的。然后中间的副歌就是经过这么多磨难，感情是要经过磨难，然后再来。我成为了你的枕头、你的棉被、你的依靠，就在一起啦，好浪漫然后再经过这么多的磨难，我只用一句话就代表全部羽化成了蝴蝶。全部羽化就是我们的爱情，我变成蝴蝶了，你还是人呢？升华。我变成了一个蝴蝶，其实这个里面也是在。其实有一点在讲我的婚姻，就是你自己成为了你自己，成为一个精彩的重生，成为一个蝴蝶然后自己精彩，自己美丽，然后就是那另外一半那是变成了我们就过我们的就是重新重生啊。可是我觉得在编曲的部分，我非常喜欢这一首。我自己都觉得，尤其是要听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电波它的那个编曲的方式，我觉得可能外星人可以接受到这个电波，真的。所以这张专辑它其实跟宇宙很有关系，而且它后面编曲是越变越大，你会感觉那个蝴蝶它已经变成了从一只小小蝴蝶一直变到巨大的蝴蝶就飞出去了，哇，有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我做这张专辑有一些实验性，我特别用 Atmos 嘛，就是环绕的音响，所以如果你的耳机很好，或者是你其实不是左右是它是整个是环绕的，所以它的那个现场感非常强。它是不是在 Apple Music 用那个？你如果用那个 AirPod 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可以听到，是非常沉浸式的，真的差很多。哇，大家可以去串流平台听看看。对，那当然如果你是听 Podcast 的话，待会休息一下我来放这首歌给大家听。那 YouTube 朋友呢，你们可以直接搜寻蝶恋，而且还有 MV 还有可以学母语，真的字很大字很大，这个我可以理解，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已经有老花，友善老花，好不好？好，对。然后接下来你有提到这张专辑有写到还有另外的母亲跟女儿，对，那我就再来介绍另外一个我的编曲，也是我的制作人我们是共同制作，就叫做黄世嘉先生。黄世嘉先生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对，是不是？是的，而且是我们现在应该都是邻居了对，我们属于基隆地区，基隆七堵汐止区代表，泰雅族的代表。我觉得世嘉从一路这样看他，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好厉害，越来越强，也是对音乐有个很热血，然后很执着，然后非常非常用心在钻研，非常用心，很认真。真的。那在这张里面，因为我们一起就是泰雅音乐节，我们就非常的紧密的连接，这几年，所以呢，我一定要把它拉进来编曲啊，然后其中这一首我要介绍，等一下可以听到，叫《月亮妈妈》，是他编的。月亮妈妈，她在写的就是我的妈妈比较近呀，我的妈妈的名字，真正她的名字就叫月亮，她是细月，小小的月亮。那我妈已经在天堂了嘛，所以这首歌是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夜晚，我非常想她，我就像你讲，深更半夜我又起来乱弹琴然后我又乱弹琴，又在那边流眼泪。其实那个时候我下的那个和弦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当下这样，哇，我觉得到现在我还抓不出那个和弦，真的。就是那个我经常写歌也是这样，我都直接清唱。然后
那个时候是唱英文，我很想我妈妈。然后后来我要做这张专辑，我就突然觉得哇，那首歌可以拿回来重新弄。我在弄的时候，就重新再编，让他写泰雅语。其实那首歌非常触动，是一个怎么讲很灵魂的一首歌，就是听起来你就是很容易让人家陷入到一种情感里。然后呢，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这首歌是我们最早编，就是我的 demo。然后刚开始就是用电子音乐的 pad 搭在底下，可是我觉得好悲伤哦，太悲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不行，一定要加一点温暖的东西，就加了那个 double bass 大提琴。哦，温暖，真的。对，就是要有跟妈妈的互动。然后后来我就跟我觉得世嘉蛮用心的，他会一直讨论，其实他改了很多版本。没错，但是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细心，会不会变成说他压力自己给自己压力太大？他会，对啊，尤其他跟我工作，我都觉得他压力超大。我每次都说你可以不要压力，你放轻松。可是有时候也是因为这样子，他就进步啦。对音乐的坚持。然后其实这首歌我要很谢谢他，因为我们当时编完了嘛，而且我们编的一个感觉是3个女人的对话，不是只有本来我是写给妈妈，对，他后来还加了一个东西，像有钢琴 double bass 然后还有大提琴，他就说这是3个，还加上我女儿。哦，所以 double bass 是妈妈，对，然后你是钢琴，对。妹妹是小提琴、大提琴，大提琴。对，然后所以当这个，然后当我们真的要去录音的时候，他又临时给了我一个 idea， 他说：“姐姐，我们要不要这首歌去录 one take？” 我在做电音，我不会去想 one take 这个，对吧？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一直觉得这首歌，你跟乐手老师应该要一起。对，没错。他就说 one take 真的。这首歌啊，我们现在在我的专辑里面听的是我第2次唱，就 one take， 2次，第2次，因为你这种感觉你不能一直唱到后面会没有感觉。没错，哇，很酷哎，很酷。然后我们的电音是后面再搭嘛，对，电音的 pad 是后面再搭。我是觉得那一天真的很有感觉，超有感。那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聊。好。
oras nga kekemang kaya好的，音乐回来，大家是不是觉得超级感动？月亮妈妈 ，Via 静雅雅，真的。说到这里，在这一张专辑里面还有很多就是自己的家人合作。另外一首歌，另外一个我要介绍的一个吐口水的小孩，一个吐口水，没有，我要介绍 No Name 啦。哦 ，No Name 歌，No Name 在这一张专辑，它真的也是呈现了一个，我也被他很惊讶的吓到，他自己也吓到哦。为何？因为有一首歌叫《眼睛》，眼睛 Roja， 对，是他编的。哦，我大概知道。然后那一首歌是在整张专辑，说实在话，他就定调了。我不是说我是大地电音吗？对，其实就是因为他那首歌，我就觉得定调大地。要不然其实适合编的是非常。Roja 是不是那个？对，傻姑傻。但我觉得你唱的很俏皮耶，对，就是有点精灵的感觉，很俏皮。然后，因为我觉得水雅姐给我的印象就是很会唱歌，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大地之母。但没想到这首歌会一直，她记忆点很深，你知道吗？对，而且其实我一直记得那一首歌，它是很俏皮、很可爱。然后，而且那首歌的回馈很多。我跟你讲，那是怎么来？本来没有这首歌的，这时候又要来谢谢我们的黄一峰先生。哦哟，黄一峰，因为一峰的一个展览叫《眼睛》哦，他就跟我说，我可不可以写一个曲子放在他的展场？然后他就先给我他的歌词、他的曲、他的词。我看到那个词，我告诉你，我马上就被电到，你知道，鸡皮疙瘩。他的词叫。你的眼睛充满着星星，像夜里的秘密。哇！我迷失在你的眼睛里，像迷失在无尽的宇宙。天哪，这个是太浪漫，这个只有黄一峰。然后我就看着这个歌词，问题是这歌词很难写呢，他由诗把它翻成那个族语。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跟 No Name。本来就要写我们自己的歌，然后我就看到这，我说 No Name 我们来玩一下好了。其实因为我看到这个，我就先有一句 melody， 然后我们两个就先对 key。我告诉你那个效果 ，No Name 就是他跟着我就一句他就弹一句，然后找 loop， 就我们从0到有一个效果就搞定了，超酷的。然后而且。No Name 没有编过这种东西，超世界音乐的吧？对，非常世界音乐。然后他告诉我说：“姐，你是萨满吗？”萨满。他说：“我觉得那一天
不是我做的。他说我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对，有时候创作就是这样，而且有时候是2个人共同合作的时候会碰撞出很多的火花，因为这个是他不习惯，没有这样做，所以他就会很 follow 你，然后你就丢，然后我们就一起。我觉得他这个就是一个互动，很酷，很有意思的那个下午，非常好玩，很好玩。我们来听看看这一首歌到底有多精灵萨满。来，我们来听歌吧。Terakingan na vesnga Ya terakingan malahungan uwe Project 2 terakingan na vesnga Tanakingan malahungan uwe Matakarisa kusa ganita su Nakaungat masukan Matakarisa kusa ganita su Yana jingwa nakaungat masukan Matakarisa kusa ganita su Yana jingwa nakaungat masukan Matakarisa kusa ganita su Yana jingwa nakaungat masukan好的，音乐回来，哇，这张专辑讲不完，太好听了。但我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有听到歌曲的人，
可以赶快用的串流，不管你是用 Apple Music 或者你是用 Spotify， 现在各大串流都可以听得到《九干三》这一张专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了，演唱会要来了。好，专辑听不过瘾，一定要听现场的，真的。然后我已经有好多那个现场自己演唱会的经验了。我还好啦，我真的还好，你的经验比较多，我这手指头数得出来。没有，我们是很多奇奇怪怪的演唱会，但是这一次呢，我去年11月的时候，我的第一场大地乐园演唱会是在板桥放送所哈。那个时候，我当时就希望说，营造一个很 chill 的环境，大家可以躺在草地上，然后有一点市集，有一点可以看的、吃的、闻的、躺的、跳舞，全部都在这一个场域。我记得你去年那一场办得非常棒，还有装置艺术，对，有装置艺术。装置艺术之外还上身变成服装，对，超厉害！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那个我自己都吓到，也太重了吧！因为我很多艺术家的朋友，就是大家一起来玩的概念。对呀，那这一场呢？3、2、1，我先跟大家报备一下，3月21号下午2点到6点，所以有4个小时。在等一下哈，在我有小抄荣景生活园区，也就是金华，它很美耶。大安区金华街，那个是金华街的那条，有很多日式的日式的建筑，哇，很美，很复古。对，那在这里面一样，它叫做是大地，也叫大地乐园，但是 Part 2。可是这里呢会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一场会比较时尚哦，走时尚风。我跟我的一个朋友，他也叫阿比哥哈。那他呢，就是他有好几家店都是做电音 DJ 的哦，所以我会跟他的 DJ 来合作。对，我们会一起合作。然后呢，这一次的参与的音乐人又不一样了哦，没有西塔琴了吗？有西塔琴，还是有西塔琴，但是这一次呢，我特别请了大地之歌的那个清盛哦，他做我的音乐总监，他是一位吉他手，吉他老师，吉他老师又很帅，太酷了。他本身就像着雕像一样，怎么可以用雕像来形容？他有一个团呐，Solo de Gaia 那一个团，他就是跟那个西班牙人 Jose，他们有一个很多外国人的一个团体。清盛老师合作非常多音乐人，对，很厉害，很厉害。然后我的专辑他也有来帮我搭过吉他，对，真的啊，对，里面有好像1、2首歌，非常棒。他是非常棒的音乐人、制作人啊，也做了很多年，而且他以前也是好几个很重要的场子音乐会的 section， 像罗大佑在中国大陆都是他，真的好厉害。而且很厉害的更棒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场演唱会是自由入场，免费的哦。其实我们当时就是希望跟大家就是融合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地乐园一样。没错，就大家有时间走过去听听音乐，而且这个音乐不是你随便可以听得到。我这一次也是会特别，比如说，因为我们的音乐总监加入，所以我们会重新编排一些曲子，就跟第一次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一开场跟我在板桥放送所的开场是不一样，我们会重新编。哇！所以去年有参加过这个大地乐园的朋友们，也欢迎在3月21来感受一下不同的感觉。那这次除了清盛老师，还有我们的西塔琴吴兴泽老师之外，还有。我们这次有加了这个No Name 哦，No Name 他也会，他该不会把钢琴整台搬过来吧？他要搬过来，真假啦？对，他很会弹呢，太强了。对，他会在。然后呢，我们其实会有一段的一个过程是会特别，我们还有特别来宾部分，这个就要
秘些密吗？秘密咯，不能说的对秘密，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你们是想象不到的惊喜的彩惊喜蛋。对，所以我们要再一次跟大家说，在2026年的3 3月月21 21号号下午2点钟，大地对乐园的演唱会在对哪里呢？在荣景生活园区，在金华街。哇，太棒了！今天虽然没有办法整个完整的、很巨细靡遗的把所有的专辑聊完，但是你可以到现场听这一场对演唱你一定要来会，免费的哦，真的。然后真的如果今天看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 podcast， 你很喜欢舒亚姐的音乐，对她的作品非常有兴趣，我们该去哪里找得到舒亚姐呢？现在其实成品啊，5大唱片行都有，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们在3月21号那天来，因为我们那一天呢虽然是免费的，但是我们有郭歌行动唱片行可以买到实体专辑，而且会签名签名的。而且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讲，我的专辑呢是有一些不同，因为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作品去设计，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超美的数位摄影的艺术嘛，是的，所以我的这一张专辑的11首歌就会有我11张作品。是一张作品，而且他那个专辑很有巧思。它除了是一张实体专辑之外，它可以变成一盏灯，它可以变成摆饰，然后你也可以让它变成一盏灯，很厉害。然后当然，我刚刚其实要问的是，我们如果要在脸书要怎么搜寻舒亚姐？你就打苏州的苏亚，女字旁加亚洲的亚，苏亚。哇，大家赶快追踪起来。那今天真的很开心，谢谢雅薇，感谢舒亚姐带来这么棒的音乐。那也在这里预祝演唱会大成功，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拜拜，拜拜。Kusinga Yawai Mauring, Pagita Davavau Nialaki, Naskaya Dalam.